来彰显咱苏馆长这个管治大嘅意思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来彰显管治。大会主席朱副理事长咱国表谢妈，以及咱立法院方议长，以及校委会咱一贯的经济总长吴老贤人，理事长黄建明，以及咱各市朱理事长。咱管委会郭议长，这个到各位副议长，咱洪老先生，以及各位先生，各位家传书，各位道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，对咱真侪学生来讲，今日是咱老母娘人民上帝圣诞千秋，也是咱一年一度秋节大典，更加。互咱感觉无限多情的所在，就是咱新关山义和县城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。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立法会的道亲。今日心内抱着无限尊敬、感恩的心情，来到咱新关山，看到这种遮尔伟大的建筑物，伫咱陈老先生以及咱政府理事长、各位检察署、各位道亲。奉献付出之下，伫台湾、伫过去南华、保公县城，咱立法的保公所，而且遐尼伟大的建筑，会当做伫台湾另外一位。互咱非常欣赏、尊敬的一贯的人民国的信仰中心来建立，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，心内真感恩，会当通过。咱老先生甲各位道亲的付出，伫咱台湾上介水的风景区、乌山头风景区，伫咱全台湾上介历史悠久，也上介重要的水库——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。咱新关山义和县城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圣地，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民，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民。这是咱一个建筑物。伟大的建筑物来
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劳心，所有奉献牺牲的点传珠，一点一滴，一个月、两个月，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，尤其这个所在。无山头无景区，是咱台南县以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。未来，台南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，以及伫咱隔壁高级艺术行业。要甲咱这个所在的风景区游客，要来做全世界的推广，吸引国际观光客，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00%以上。这个游客来，除了看咱乌山头水库以外，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，就是咱这个娱乐性能，咱西关山这个一贯的信用的中心。所以我相信，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个人应该会当记着咱一贯的。咱这个道理、信用的真理，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、更较安定，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，而且向咱台南市人张委事长。各位宣传师、各位老师，表示12万分的感谢，恁的付出，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资产。感谢咱的全国各位老师，以及咱的贵宾、咱的代表，本来总统伊就要来，但是呢，另外我们会而且呢，通过来我们投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，尤其咱国会领袖，咱吴议长，就最近呢，就在这个所在，甲咱关心，咱而且呢，甲咱国票甲吴议长来表示12万分的感谢，多谢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来宾亲友，来宾亲友之分，请示上有小编，谢谢。那么咱这些新闻会中给提醒。